1949年，賓記國際有限公司從香港煙雲中誕生。縱使時代向前，亦不失逐夢而行嘅本真。賓記作為香港、澳門地區最大嘅管道管件供應及服務商，擁有強大嘅倉儲物流，係港澳地區龍頭綜合性企業，深耕領域多年，健康行業領導者嘅旗幟，為客戶提供真正有價值嘅優質嘅管道管件服務，為港澳地區70%以上嘅主要地標建築物及重大工程項目提供產品同服務解決方案。我哋締造行業發展樣本，全面涵蓋供水系統、排水系統、土木工程、消防系統、空調系統、維修保養系統同門市零售業務，遍及全球嘅優質供應商支持系統，規劃全業態服務場景，打造世界一流嘅產品。我哋構建完善嘅一站式服務體系，鑄就高信用品牌優勢，從產品銷售到專業諮詢，70餘載嘅攻耕不輟，打造一支實戰經驗豐富嘅專家團隊，積累逾70年嘅銷售與服務文化，鍛造全方位嘅專業優勢。強大嘅倉儲物流系統，夯實快速高效一站式服務優勢。喺不斷創新向上嘅征程中，我哋堅持不懈咁持續投入大量嘅研發資金同培養人才，以提升我哋與現代技術高度嘅銜接。從 MIC 組裝合成建築法嘅實際落地支撐，到基於 BIM 建築資訊模型嘅 DFMA 喺 MI、MEP 上嘅應用，滿足不同客戶嘅生產安裝需求。我哋立足港澳，面向大灣區市場，積極融入國家戰略，滿足企業及城市發展需求。積極響應國家雙碳政策，制定 ESG 策略，提升價值，穩健發展。喺大股東嘅支持下，賓記渡過咗全球金融危機，走過咗3年疫情，並緊急支援香港方艙隔離中心嘅建設，獲中國建築同客戶好評。以區域市場領跑者嘅姿態，以必有之心，創未有之業。賓記嘅每一次成長，每一個進步，每一份成績，都離唔開我哋客戶嘅認可同支持，都離唔開我哋賓記同仁嘅共同努力同付出，都離唔開我哋股東嘅信任同幫助。所以善待客戶、善待員工、善待股東，不斷為佢哋提供更好嘅產品同服務，更多嘅價值，更美好嘅生活。呢個係賓記70多年嚟一直堅守嘅企業文化傳承。在過去70多年的征程中，賓記承載了我們所有人共同的夢想與期望，為每一位股東、客戶、同事創造了更多的價值與可能。未來，讓我們共同努力，同心協行，共創佳績。咁我哋同賓記咧就都交往咗超過40年。我諗係80年啦嚇，開始我哋已經同賓記做生意。咁賓記咧點解我哋幫襯咗咁耐咧？因為我覺得佢哋比較守誠信，同埋佢哋實力強大，緊急嘅需求啊，佢哋都滿足得到我哋。咁佢滿足到我哋價錢上啊同品質上嘅要求，服務態度又十分好。咁所以我哋對賓記咧係十分之滿意。賓記係一間歷史好悠久嘅公司。我對賓記特別嘅評價啦，賓記咧一直以嚟咧都係採取一個好正面同埋好積極嘅態度咧去處理呢啲問題嘅。咁就令到我哋長年以嚟咧就大家建立咗一個非常之好嘅互信關係。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咧，點解賓記同業界嘅各承建商咧，即係一路保持咗一個咁好嘅合作關係。賓記咧係一間建築物材料供應商，咁我同佢哋合作咧都有30-40年。我哋嘅合作咧都
好愉快。當我哋有問題嗰時咧，賓記咧亦都有承擔地負責幫我哋解決問題。咁啊，同賓記合作咗咁多年咧，賓記都一路提供充足嘅貨源啦，品質都一直堅持嘅。咁啊，香港建造界一日千里啦，都期望同賓記一路有更好嘅合作。Having an excellent local partner like Bunge has been critical to the success of our business in Hong Kong. They have excellent local support and stock a broad range of our products to meet your needs. For those of you who have used our ductile iron products on existing projects, we are grateful and humbled by your support. We also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in the future projects. 宾记作为香港市场上管道和管件行业的龙头标杆，以及梅德集团战略合作伙伴，给我们的印象始终是以高标准要求自己，高质量服务客户。作为合作伙伴，双方相互支持，共同进步，收获了双赢的结果。未来我们将和宾记持續深耕香港、澳門市場，拓寬合作領域。今年已經係我喺賓記第10個年頭啦，喺呢一度每一個員工都有發揮佢哋潛能嘅機會，好有歸屬感。加上公司好重視內部晉升制，提升員工，佢哋每一個人都知道佢哋未來嘅工作發展機會。我喺呢度祝公司越做越鼎盛。今年係我喺賓記工作嘅第5個年頭，咁呢5年嚟咧，眼界都擴闊咗好多。咁我好多謝公司賓記俾我嘅一切機會。咁呢，我就由2010年呢就入咗呢間公司度做噶啦。咁唔經唔覺呢，已經有13年噶啦。我好多謝公司俾呢個機會我啦。我希望公司嘅業務蒸蒸日上啦。我叫 Charlton， 係銷售部嘅同事。加入賓記之後，除咗學到好多行業相關嘅知識之外，仲學到好多待人接物嘅技巧，呢啲係終身受用嘅。今年是我在賓記的第5年了，我心目中的賓記是一家有溫度，同時也有不斷創新態度的香港本土企業。大家繼續抱着對行業的激情，與公司同心同行，共創未來。賓記再接再厲，讓我們重新出發，同心同行，創造更多奇蹟。加油！我哋一大相連，滿志以往。未來就喺我哋每一個賓記人腳踏實地嘅行路裏，專業成就未來，服務創造價值，讓我哋同心同行，共創未來。